咱國軍有來擴大對美國的軍購，國防部今仔日是來公布，甲美方即馬已經簽6項軍購案的法計書，這總金額是有2087億。美國印太司令去參加這軍委會聽證會時，伊也指出講，這台灣對國防特別預算的態度，有影是展現着自我防衛決心。在去年漢光演習，也個今年新正期間加強戰備操演，攏有出的哈馬斯多管火箭，是國軍的新戰力，有跨區增援、源頭打擊的能力，會使反制解放軍的威脅。若國防部要總括較濟哈馬斯，日公布一口氣甲美方簽署6項軍購案的法計書，包括哈馬斯徵購案、M109A7 自走炮、飛彈戰備軍用補充、反裝甲飛彈。大粒的彈藥共同生產，也閣有整合防空服務，總金額達到2087億7千萬。為什麼藍白還要持續的阻擋這樣預算，甚至於東扣西扣這些經費了哈？不管是喊價3500億，喊價8000億，為什麼不能夠全盤的接受我們國防部所提出的方案？那我會認為說，這些在協商的時候一定會納入討論，那應該會有良性的結果。這個對美國的軍購案預算大多數攏是來自1.25條國防特別預算，因為目前立法院也無通過特別條例，恐驚影響國軍戰力的提升。美國議員智庫最近小耍訪問台灣，攏表達高度的關切。美國印太司令帕帕羅出席聽證會，就講台灣的國防特別預算的進度，就是咧展現咱自我防衛決心。We can't want Taiwan's defense more than they want it itself. And it's not a chicken and the egg, because you're not going to get chicken or eggs if you starve the chicken. So it's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o fund their own defense. 除了國軍在台海前線作戰，海巡嘛愛守護咱的海岸，在戰時會納入作戰的行列。若對此，海軍上新的報告講，海巡署會配合海軍各項的聯合作戰的演練計劃。海巡的安兵擊艦，去年發射2粒輕利飛彈，展現制海能力。防範灰帶行動的洗腦以及影響國安跟海域秩序，並且配合國軍各年度的各項戰訓。張忠良講，海巡平常時除了監控中國的公務船、民兵船，也閣有甲美國、日本、菲律賓合作，舉辦海上的演練，互相交流。記者綜合報道。